末陣 D 組決賽即將開始，倒數準備。哇！最後一起步意外啊，個做咗班人帶咗出嚟。第一個圈高夫係1號、7號、2號、3號、5號、6號、9號、4號、8號。冷靜啲啊！追到帶咗出嚟啊！白頭熒光尾嘅12支，之後就係阿咖喱啊！咖喱嗰架係白頭紅花，係啊。跟住巴人啦，佢哎呀，白身綠色鏡嘅麥拿倫啊，2車3車，拉登上咗2車喎，係啊，大家緊隨其後啊，嗰兩架出比，咖喱你係3車嚟啊，繼續跑啊，唔使讓。哎呀，隻有意外，係繼續。冷靜，唔好咁緊張，讓車。OK， 賽事接近1分半鐘啊，位置1、3、7、2、5、6、4。頭先有一班人啊，出嚟場中間12支白頭熒光尾啊，12支出嚟喎呢架。知唔知留意下後面嗰架頭車？哎，擺咗頭車，哎救翻，唔該晒。我哋3個啊，冷靜。我拉登同佢架咖喱上咗頭車喎，因為咁樣一個意外反咗啦。得人哋啊第2。慢車冇讓啊。啲都要讓一讓車啊，後面嗰架翻咩車嚟嘅？嗰就係。17352啊，拉登上咗3車，文叔4車啊 ，Allen 5車，70添。冇人起前。嗰時啱啱做咗2分半鐘啊，好禮讓喎，2架2、3車，大家喺度。哎呀！讓車要喺擺咗後車啊！直路你發展。拍扁個車。咖喱本身3車嘅電樽殺有啲小意外出咗啊！咖喱跌咗到第6名啊，不過都可以再追嘅。場中間有意外。搞救車啊！清咗，唔該晒。OK， 賽事開3分鐘啊！1、2、3度嘅拉登佢第4 ，Allen 上咗第2車啊 ！Allen 嗰架係綠色橙尾嗰架，呢個先係啊 ！OK， 哦，綠色加熒光粉綠尾嗰個係。俾人鬧啊！俾人鬧就跌咗喎。另外嗰架有少少似綠色加熒光橙尾嗰架竹嚟嘅，但係個車好似冇乜點，好似唔好聽話。但係而家係第4位頭先。OK， 接近4分鐘啊，3、4名有面啦，添上咗第3啊，拉登咗第4，拉登嚟啲意外嘅車。Allen 就上咗第2啊！頭車嚟㗎，唔讓。大家白頭熒光尾嘅係頭車翻 F 咗絕大部分嘅車㗎。如果你唔係第2名嘅話，你都可以讓一讓佢啦。反車，唔好講嘢啦！班人小心啲，大半圈優勢。哇！你對啲同仔真係好喎！哇！得啦，講嘢，好緊張嘅啲氣氛。平時又話
嗰陣阿添3車㗎依家。班人驗車啊？頭車車喺度2車啊。係啊 ，OK。光粉紅綠身熒光粉紅尾係2車啊！啱啱經過齋馬同係嘛？所以班人好穩陣㗎，班人你望住咧咁㗎。頭先接近翻咗2車1個圈㗎，咁但係第3位就未必係咁穩陣㗎咋。喂，拉單馬添啊，3-4。喂，自己啊，你哋自己爭啊，你哋自己爭我哋。車爭大概3秒嘅時間。邊個第3都有辦法嘅應該。最後2分半鐘左右啊！頭車繼續係1號車嘅巴人，白頭熒光黃尾嘅，而家齋馬台前面。2車就係綠色熒光粉紅尾嘅 Allen， 而家隻路頭追住咖喱，咖喱都要讓車㗎啦。3車係阿 Tim 啊，應該係㗎，淺黃色紅尾翼嘅，而家場中間係3車為主。4車就係白頭熒光黃尾紅色拉花嘅拉登，而家隻到尾追住阿 Tim。而家拉登啊追住阿 Tim 啊，起碼應該3、4車啊。仲有1分40秒左右嘅。拉登佢咁樣對付阿 Tim 啦。隻路頭而家出去。5嚿水咩嘢先？仲有1分半鐘。喂，加啲圖圈嘅小心啊！我執雞啊！又冧啊！哇！仲有1分10幾秒，次仲係巴人 Allen 阿天拉登。咁啊，巴人啊帶到好穩陣㗎啦，白頭熒光黃尾，預備翻呢把咖喱㗎啦。而家場中間右下角出條路。2車都係 Allen， 咁啊綠色車熒光粉紅尾嘅。真係咖喱食到遲啊！咖喱角啊，呢個真係。最後50秒，名次嘅就係巴人 Allen 阿天拉登。咁啊 Allen 繼續係2車，誒唔係喎，阿 Tim 上咗2車喎 ，Allen 架車好似意外喎 ，Allen 架車係咪行唔直咧？係啊，捱唔到啊！最後30秒啊，而家係巴人阿 Tim Allen 拉登。好攰啊！要跟住啦，5嚿得啦，仲有20秒。係做位。唔好搞佢啊！哇 ！Allen 架車有啲意外停低咗之後咧，而家3車係拉登，4車係阿 Tim，最後幾秒啊，繼續跑啊！哎呀，冇事。好甩杯啊，甩杯冇㗎啦，乜都。衝起！繼續跑，衝埋聲打線先。咁啊，賽事完成。咁啊，恭喜巴人阿天拉登4驗車。